世間上從來都冇唔需要經營嘅愛情。邊個會喺你一沉百踩嘅時候伸出援手？邊個會喺你身陷險境嘅時候連命都唔要去救你？唯有一齊度過患難，先會變得情比金堅。最近影星梁家輝喺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裏面，憑住《暴風追影》呢套戲，第5次獲封影帝。喺領獎嘅時候，佢喊住多謝太太。佢忍咗我44年，好多謝。究竟呢44年之間發生過乜嘢事呢？1981年，23歲嘅梁家輝考咗入 TVB 藝員訓練班，同劉德華做同學。1983年，佢專程去北京拍電影《垂簾聽政》。雖然呢部戲為佢帶嚟最年輕金像影帝嘅榮譽，不過代價就係俾台灣影圈全面封殺，令佢一夜之間變咗做失業藝人。為咗生計，佢唯有放低影帝嘅身段，喺銅鑼灣街邊做小販賣飾物。正當佢陷入人生最低谷嘅時候，命中嘅另一半及時出現，就係當時任職香港電台製作人嘅江嘉年，邀請梁家輝參演廣播劇，成為當年演藝圈唯一夠膽請佢做嘢嘅人。兩個人拍咗半年拖，就決定拉埋天窗。嗰陣時嘅梁家輝全副身家只得8000蚊港幣，就係咁，婚禮一切從簡，冇婚紗，亦冇擺酒，只係得一隻價值800蚊嘅戒指，喺酒店食咗餐飯，住咗1晚蜜月套房，就完成咗個婚禮。當問起太太有冇覺得好委屈嘅時候，江嘉年就話信得過佢，呢一生都唔會令佢傷心。當時梁家輝講過會一世人對佢不離不棄。在我最失意、最窮、最潦倒的時候嫁給我的，不管今天或者以後我拿到什麼榮譽、什麼獎品、什麼薪水，反正是一切啦，我都要跟他一塊分享。謝謝。1992年，梁家輝正喺越南拍緊情人嘅時候，俾黑幫挾持佢去菲律賓拍戲。喺嗰時仲大住肚嘅江嘉年都被人軟禁埋，但佢就憑住拼死嘅勇氣，成功說服咗嗰個江湖大佬，先至可以化解危機。梁家輝平安返到香港之後，兩個人喺機場攬住喊，呢一幕一直成為佳話。走過充滿誘惑嘅娛樂圈40幾年，梁家輝都係零緋聞。面對外界批評佢太太嘅外形，佢就好輕鬆咁回應，話佢越嚟越靚，仲話出面幾多嘅誘惑都唔及屋企嘅一碗熱湯麵咁話。世間上本來就係冇天生圓滿嘅婚姻，唯有共度過風雨，走過高山低谷，先至能夠磨練出堅貞不渝嘅真愛，寫出人世間最動人嘅愛情故事。鍾意我哋嘅頻道，請按 like 同 subscribe，多謝。